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0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12节到17节，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1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上帝。一个流行歌星周杰伦，伊唱的一首歌《听妈妈的话》，要去互台北教育大学所附属的实验国校采用伫1年级的这个教材。原因呢是因认为讲歌词的内容会当安尼影响这个囡仔有教育的意义。其中一段歌词安尼写啦听妈妈的话，莫互伊受伤，想要紧紧来长大，才会当来保护伊。美丽的白头毛，幸福中咧哺育，天使的魔法温暖中的慈祥。然后后壁搁一段讲，妈妈接互你的痛惜，你着爱好好来收藏。因为母亲节咧到的时阵，我要甲伊讲，我还阁留底。妈妈也是老爸，伫信仰顶悬是代替上帝伫地面上的一个角色。听妈妈的话，莫互伊伤心烦恼。听上帝的话，确实来实践，这才是基督徒上重要的功课。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，安尼讲到伊出来给以色列人的代志。摩西召集以色列人，对因讲：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我今仔日甲恁吩咐的规例甲命令，恁着学习切实来遵行。上主咱的上帝伫何烈山甲咱立约。这个约，上主毋是甲咱会来做立约，是甲今仔日所有要活地徛伫遮的人立约。上主伫山顶对火中面对面甲恁讲话，迄时我徛伫上主甲恁的中间，要将上主的话传互恁，因为恁惊迄个火，毋敢上山。上主讲：我是恁的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有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。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，毋通为着家己来雕刻偶像，无论是天顶、地上、甲地下、水内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因的像，毋通甲因跪拜。嘛毋通服侍因，因为我上主，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。怨恨我的人，我追究因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世代。听我遵守我诫命的人，我是允予因直到伫千代。毋通滥觞用上主你上帝的名，因为滥用的上主名的人，我上主一定无甲伊当作无罪。着照上主恁上帝的命令，守安息日做圣日。6日内着拍拼做你所有的功课。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。即日，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牛、驴、精生，以及架脚伫恁中间的人，拢毋通做工。互你的奴仆、女婢通甲你相款安息。着月日，你以前捌伫埃及地做奴才，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气力手。带恁对遐出来，因为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着爱守安息日。
就照上主你的上帝的命令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久长来徛起，享受福气。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。毋通贪你厝边的某，嘛毋通贪你厝边的厝、田园、萝卜、路边、牛、驴，还是你厝边任何的物件。上帝颁布10条戒，毋是为着要禁戒人这会当做，这袂当做安尼。是要爱互人有一个准情来跟对伊，来学习甲上帝伊亲近，听从上帝的命令，顺服伊的旨意，遵守伊的诫命，是伫圣经的中间一再提醒的事。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19节，嘛是安尼来提醒基督徒，着爱听上帝的声音。爱遵照着圣神的引带，毋通悖逆，毋通试探上帝。圣经安尼讲，所以照圣神所讲，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疑心，亲像恁的祖先伫悖逆的时，伫曠野试探伊的日，上帝讲，恁的祖先虽然有看到我的作为，因犹原伫遐试探我、考验我40年久，所以我对迄世代的人受气讲，因的心失迷，因毋捌我的道路。我伫受气的中间立誓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赏赐的安息。兄弟姊妹，恁着注意，才免恁中间有人心邪恶毋信，比较离开永活的上帝，就趁还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事，日日3款面，恁中间才免有人受罪恶的迷惑，直到是硬心。咱若坚守当初时确信到落尾，就要成做基督的同工。圣经安尼讲，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疑心，亲像恁的祖先伫悖逆的时安尼，听见上帝的声，犹久悖逆，伊是甚物人啊？敢毋是遐个摩西对埃及带出来所有的人啊？上帝伫40年久对甚物人发受气？敢毋是遐个因为犯罪死伫旷野的人吗？遐个悖逆的人以外，上帝敢捌对人立誓讲，恁袂当进入伊所赏赐的安息。安尼，因袂当进入安息，是因为因毋信。愿咱拢听从上帝的声音，遵行伊的诫命，得到享受进入伫伊所赏赐的安息。诗篇90篇12节到17节，求你教阮会晓得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会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，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，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。你互阮一生有偌多艰苦灾难，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罕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拢行通。
恳求主帮助阮决志学习听上帝的声音，军队圣神的引带，伫生活中间展现忠心的使命，全心全意来军队主的脚热，进入伫上帝所赏赐的安息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